文化部为着要推动转型正义、复振台语，8月2日开始伫中正纪念堂举办台语人权电影放送活动，对1959年到2025年期间选18出台语电影，希望透过影像看到人权意识的进步。哇！早餐今仔日会变安尼哦，当初就莫甲生。 这出电影，互叫做阿嬷，故事中的国伦自细汉就感觉家己是查某的。一届阿嬷过身，伊希望会当用查某身去记阿嬷上尾一面，这款装扮，互老爸感觉足见效的。当初写国伦这个角色，想要甲大家讲，其实，查某身的查甫其实嘛是人，其实嘛是普通人。这出阿嬷未来会伫中正纪念堂免费放送，互观众看。文化部为着要复振台语，推动转型正义，对8月2日开始，请观众免钱看电影，拢总有18出的台语电影通看。45年前，这个电影院是讲一个人的故事，到45年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从这么早以前的一个黑白片到现在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于中正纪念堂一个很大的一步。这出电影《超级大国民》是1995年的电影，也算作这届人权电影节的开幕片。故事咧讲的是台湾戒毒戒严，政治犯互人放出来，电影的男主角互人关30几年，出监了后已经对袂着社会脚步。对日本时代少年时代去互人日本人掠去做兵，国民党政府来了后。 又阁是安那经过什么款的政治事件，又人掠去关。文化部表示，这届台语电影对1959年到2025年拢有，时间涵盖一甲子，希望民众会当透过电影看见台湾社会变迁和人权意识的进步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